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在台湾行超过30年的中医师。今天我要跟您分享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健康警讯，您知道吗？70%的人指甲上都有指纹，但是90%的人不知道，这可能是肝脏已经超载的信号。在台湾，肝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因为肝脏不会痛，等到痛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太晚了。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您，如果您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您可能会错过身体给您的一个小小信号，而这个代价可能是您未来10年的肝脏健康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我会回答3个最关键的问题。第一，指甲指纹真的跟肝脏有关系吗？还是只是老化现象？第二，什么是肝毒？为什么它对台湾人来说特别危险？第三，清肝3日汤真的有效吗？还是只是民间流传的偏方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改变您对自己身体的理解，也可能救您一命。请您现在就低头看看自己的指甲，如果您看到了指纹，请不要惊慌，这不是癌症，但它是一个早期信号，一个让我们有机会提前预防的珍贵信号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，请您继续跟着我，让我一步一步告诉您，您的指甲正在跟您说什么，以及您该如何保护您唯一的肝脏。因为肝脏只有一个，一旦坏了，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请立刻检查您的指甲，然后继续看下去。我保证，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您对自己的身体有全新的认识。很多人以为指甲指纹只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也开始出现这个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，加班、熬夜、喝手摇饮料、吃油炸食物、工作压力大，这些都是台湾年轻人的日常，而这些习惯正在一点一点地伤害我们的肝脏。您可以把指甲上的每一条指纹想象成肝脏在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，是一个无声的求救信号。从西医的角度来看，指甲指纹是一种自然老化的现象，就像皮肤上的皱纹一样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人人都会有。这是因为指甲基质的血液循环变差了，营养供应不足，所以指甲表面就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指纹。但是从中医的角度，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中医认为，肝主筋，其华在爪，意思是说，指甲是肝血表现的地方。如果肝血充足，指甲就会红润、光滑、有光泽；如果肝血不足，指甲就会变得前躁、粗糙，容易断裂，甚至出现指纹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您可以把血液想象成一辆车，血管就是道路。如果车子很多，道路就会平整干净；但是如果车子越来越少，道路就会开始龟裂、长草，变得坑坑洞洞。指甲指纹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指甲指纹到底代表什么？它代表您的身体可能缺乏营养，压力太大，肝脏负担过重。但请放心，它不是急症，不是癌症，也不是绝症，它只是一个指标，提醒您该好好照顾自己了。如果您现在看到自己的指甲有指纹，请不要害怕，因为这是可以改善的。接下来我会告诉您，为什么台湾人的肝脏特别容易出问题，以及我们该如何保护它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肝若好，人生是彩色的；肝若不好，人生是黑白的。这句话在台湾特别有意义，因为台湾是肝病的高发区，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它不会痛，不会叫，即使受伤了，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。
所以很多人等到发现肝脏有问题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到了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阶段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视肝脏的早期警讯。在台湾，我们面对的肝脏威胁特别多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的 B 型肝炎带源率曾经高达15%到20%，虽然现在因为疫苗接种已经大幅下降，但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。此外，台湾气候潮湿，食物容易发霉，尤其是花生、玉米、谷物，这些发霉的食物含有黄曲毒素，是肝癌的重要成因之一。再加上我们台湾人的生活习惯，爱逛夜市，爱吃油炸食物，爱喝啤酒，爱喝手摇饮料，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肝脏的负担。让我告诉您，哪些毒素每天都在伤害我们的肝脏。第一，酒精。酒精是肝脏的头号敌人，即使是少量饮酒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也会造成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。第二，油炸食物，高温油炸会产生自由基和反式脂肪，这些物质会让肝脏发炎，增加脂肪肝的风险。第三，乱吃药，很多人一有小病小痛就自己买止痛药、感冒药，或者听信偏方，乱吃补品，这些都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。第四，熬夜。中医认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运行的时间，如果这个时候不睡觉，肝脏就无法好好修复。第五，长期压力。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情绪长期紧绷。中医说，肝主疏泄，压力会让肝气郁结，影响肝脏功能。肝脏就像一个垃圾处理厂，每天要处理我们吃进去、喝进去、吸进去的各种毒素。如果垃圾太多，处理不完，就会开始堆积，最后导致发炎、脂肪肝、肝纤维化，甚至肝硬化。指甲、指纹、口苦、容易疲劳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发出警告信号，告诉您肝脏需要休息了。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我在诊所遇到的病人，他的经历或许能给您一些启发。这位病人姓张，叫张文德，今年52岁，住在高雄。张先生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，负责仓库管理，工作压力很大，经常要轮夜班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他养成了一些不太健康的习惯。下班后喜欢去夜市吃宵夜，盐酥鸡、臭豆腐、烤玉米，什么都吃，吃完再来一杯冰啤酒。他觉得这样才能消除一天的疲劳。张先生其实早就发现自己的指甲有很明显的指纹，而且越来越深。不止这样，他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口苦，肩膀和脖子也很僵硬，常常酸痛。但是他总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年纪大了难免这样，所以就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有一次公司安排员工健康检查，张先生才发现事情不对劲。检查报告出来，他的肝指数 GOT 和 GPT 都非常高。医生看了报告，很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张先生，你的肝脏已经发炎了，如果再不改变生活习惯，再过1-2年，你就会进入肝硬化的危险阶段。”张先生听了非常震惊，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肝脏已经这么严重了。因为肝脏不会痛，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很健康。后来张先生来找我，我仔细地帮他把脉，看舌苔，发现他的肝火很旺，体内湿气很重，整个人的气血循环都不好。我告诉他，指甲、指纹、口苦、肩颈酸痛，这些都是肝脏在求救的信号，只是他一直没有听见。我帮张先生调整了饮食习惯，叫他煮清肝3日汤，并且要求他一定要早睡，不能再熬夜。张先生很认真地执行，大概过了2-3个月，他的症状明显改善了，口不苦了，肩膀也轻松多了，再去检查，肝指数也降下来了。张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肝脏的问题
如果能够早期发现、早期调整，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。但是如果一直拖延、忽视，等到真的病倒了，就来不及了。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接下来我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方法。现在我要跟您分享一个祖传的秘方，这是我从老一辈中医师那里学来的，叫做清肝三日汤，也就是清肝三日汤。这个汤方的作用是降火利湿清肝毒，非常适合台湾人的体质。这个配方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买到的食材，在中药行、超市甚至传统市场都能找到。让我一样一样告诉您需要什么材料。第一样，薏仁，也就是薏苡仁，需要20公克。薏仁在台湾非常常见，很多人会用来煮甜汤或者加在饭里。第二样，绿豆20公克。绿豆是我们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食材，绿豆汤是夏天消暑的最佳圣品。第三样，莲子20公克。莲子在中药里被认为可以安神养心，对睡眠也很有帮助。第四样，山楂钱3公克。山楂可以帮助消化、降血脂，对脂肪肝特别有帮助。第五样，红枣3到5颗。红枣可以补气血，也能平衡薏仁和绿豆的寒性，让汤方变得更温和。这5样食材加在一起，就是清肝3日汤的完整配方。我必须说明，这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，不可能喝一次就让肝脏立刻恢复健康，但是它可以帮助您启动肝脏的清理机制，减轻肝脏的负担，让身体开始慢慢修复。让我逐一解释这些食材的功效。薏仁，它的作用是祛湿利水。台湾气后潮湿，很多人体内都有湿气，湿气会让肝脏感觉沉重，运作不顺畅。薏仁可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湿气。绿豆，它的作用是解毒、清热、抗氧化。绿豆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，可以帮助肝脏对抗自由基的伤害，减少发炎反应。莲子，它的作用是清心火、降肝火，帮助睡眠。很多人肝火旺盛，睡眠品质差，莲子可以帮助您静下心来，睡得更安稳。山楂，它的作用是消食、化脂、促进消化。如果您有脂肪肝的问题，山楂可以帮助代谢脂肪，减轻肝脏负担。红枣，它的作用是补气血调和药性，因为薏仁和绿豆都偏寒凉，红枣可以平衡这个寒性，让汤方变得更适合长期饮用。这些食材都是台湾饮食文化中非常熟悉的东西，不会让您觉得陌生或难以接受，而且价格便宜，操作简单，任何人都可以在家里自己煮。现在让我非常详细的告诉您如何在家里煮这道清肝3日汤。这个步骤非常简单，即使您平常不太下厨，也一定能轻松完成。首先，准备工作，把薏仁和莲子先用清水浸泡，大约30分钟，这样可以让它们比较容易煮软。然后把绿豆、红枣、山楂钱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接下来开始煮汤，把所有的材料，包括薏仁、绿豆、莲子、山楂、红枣，全部放进一个汤锅里，加入1200毫升的清水，也就是大约2公升的水，然后用大火把水煮开，等到水滚了以后，转成小火，盖上锅盖，继续煮20分钟。煮的过程中，您会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，这就是食材的香味。煮好之后，如果您觉得味道太淡，可以加一点冰糖调味，但不要加太多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养肝，不是喝甜汤。那么这个汤该怎么喝呢？
第一，要趁温的时候喝，不要放凉了才喝，因为温热的汤对身体比较温和。第二，最好在下午的时候喝，中医认为下午是肝经活动比较旺盛的时间，这个时候喝清肝汤效果会比较好。第三，连续喝3天，这3天里，请您尽量吃得清淡一点，不要吃太油腻、太咸、太辣的食物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喝酒，也不要吃油炸的东西，让肝脏可以好好休息。那么喝了清肝3日汤之后，您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很多病人的回馈，大部分的人在3到10天内会注意到以下的变化：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嘴巴不会那么苦了，肩膀和脖子感觉比较轻松，不会那么僵硬，睡眠品质变好了，可以睡得更深、更沉，皮肤看起来比较明亮，气色变好了，指甲的颜色变得比较红润，原本的直纹不会继续加深。这些改善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减少发炎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减轻肝脏的负担。当肝脏有机会休息和修复的时候，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会跟着变好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护肝的重要性。您的肝脏就像悠游卡一样，你每天都在用它，但是你有帮它加值呢？如果只是一直用，从来不补充，总有一天会刷不过。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很容易让肝脏过劳，手摇饮料、油炸食物、熬夜加班、工作压力，这些都是肝脏的负担，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长期的护肝计划，让肝脏可以健康的陪伴我们一辈子。接下来，我要给您5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护肝习惯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如果您能够坚持做到，您的肝脏会感谢您一辈子。第一个习惯，晚上11点以前睡觉中一说肝藏血。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运行的时间，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睡觉，肝脏就没办法好好修复，所以请您一定要早睡，让肝脏有充足的休息时间。第二个习惯，减少喝酒。如果您有喝酒的习惯，请尽量控制在每周不超过2次。酒精对肝脏的伤害是累积性的，少喝一点，肝脏就轻松一点。第3个习惯，多吃深绿色蔬菜，像是菠菜、空心菜、地瓜叶。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和抗氧化物质，可以帮助肝脏解毒，保护肝细胞。第4个习惯，避免发霉的食物，花生、玉米、谷类。如果放太久发霉了，千万不要，舍不得丢。因为黄曲毒素是肝癌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宁愿浪费一点食物，也不要拿健康开玩笑。第5个习惯，每天走路20到30分钟式度的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代谢，也可以疏通肝经。您不需要做很激烈的运动，只要每天走一走，动一动，就能帮助肝脏保持健康。我知道，要同时改变这么多习惯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我建议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不需要一次改变100%。您可以每个礼拜选一个习惯来调整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，让这些好习惯变成您生活的一部分。记住，护肝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而是一辈子的功课。只要您愿意开始，永远都不嫌晚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讲了很多，现在让我帮您做一个总结。指甲不会说谎，
它是肝脏用来跟您沟通的秘密语言。当您看到指甲上的指纹，您其实是看到了一个早期的警告信号，一个让您有机会提前保护自己的珍贵提醒。请您记住今天的重点：第一，指甲指纹不等于急症，不是癌症，不用恐慌，但它是一个信号，告诉您肝脏需要休息了。第二，清肝3日汤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它可以帮助您启动肝脏的修复机制，让身体慢慢恢复平衡。第三，长期的生活习惯才是保护肝脏的关键。早睡，少喝酒，多吃蔬菜，避免发霉食物，适度运动，这5个习惯，请您一定要记住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肝脏只有一个，不要让它等您太久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您把它分享给一个您希望他健康长寿的人，可能是您的父母、您的伴侣、您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。从今天开始，请您改变一个小习惯，不需要很多，一个就好，因为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的健康存款。谢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记得好好照顾您的肝，它会照顾您一辈子。